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聽書有賞，我係滅書。各位返緊工、收緊工或者喺條街趕緊路嘅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最近一個避都避唔開嘅話題 AI 人工智能。好多人一聽到 AI，第一個反應係啦，死啦！我份工會唔會俾個機械人搶走㗎？或者我咁老先嚟落 AI，會唔會太遲啊？其實 AI 唔係魔鬼，亦都唔係超人，佢只係我哋嘅一個終極副手。今日我會用幾分鐘嘅時間同大家分享下《AI 世代與我們未來》呢本書嘅精華，等大家可以輕輕鬆鬆裝備自己，迎接未來。大家有冇試過想寫封 email 俾老細或者客，坐喺電腦面前15分鐘一粒字都打唔出？喺 AI 世代，呢種空白恐懼已經成為歷史。以前我哋學嘢係死記硬背，而家學點樣問問題。AI 就好似一個24小時隨時候命嘅超級補習老師。以前我哋其實係一個執筆者，但而家我哋變咗做編輯或者監製。舉個例子啊，以前你如果整個 presentation slide 要揾圖、排版、寫文案，搞成晚。而家你只要話俾 AI 聽你個主題、重點，佢幾秒鐘就幫你整好咗個草稿。你嘅價值係在於點樣執到佢更完美，而唔係由零開始做苦力。哇 ！AI 咁勁，我哋人類仲有冇價值㗎？如果 AI 寫詩又叻過你，分析數據又快過你，咁人仲係啲咩呢？呢個就係身份危機。但書入邊有一個好重要嘅觀點 ：AI 有邏輯，但冇意圖同情感。AI 可以俾10個方案你，但最後決定用邊個同埋為呢個決定負責，始終都係人。想像下，如果你失戀，你想要一個 AI 讀出10個走出失戀嘅情商方法，定係想揾一個老友拍下你膊頭，陪你飲杯？人類嘅情感連結複雜嘅社交直覺係 AI 暫時模仿唔到㗎。滅書小提示：未來最貴嘅嘢就係人情味啊！咁我哋同 AI 嘅未來係競爭定係共存啊？好多人都問滅書，我係咪要學寫曲先唔會俾 AI 淘汰啊？其實都唔係。書入邊話，我哋要做嘅係人機協作，唔好將 AI 當成對手，要當佢係副手。未來嘅成功人士唔係最識做嘢嗰個，而係最識用 AI 做嘢嗰個。要終身學習，以前讀完書就一世，而家我哋好似手機 app 咁，要定時更新 version。我哋要保持好奇心，去試下新嘅工具。咁 AI 浪潮係挑戰定係機會啊？最後滅書想同大家講 AI 浪潮嚟到，就好似當年汽車取代馬車咁，馬車夫會失業，但係會出現更多嘅司機、維修員同公路工程師。我哋唔需要成為 AI 嘅專家，但要做一個覺醒嘅使用者，利用 AI 幫我哋處理複雜沉悶嘅工作，將慳返嚟嘅時間用嚟做更有創意、更有溫度、更值得我哋花心嘅事。多謝大家收聽今日聽書有賞。如果你都覺得呢一集內容幫到你，或者令你對未來少咗份擔憂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有分享身邊成日都仲好驚 AI 同事嘅朋友聽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